連環殺技青年話用哥羅芳仲興奮過射精。早前否認謀殺鳳姐關淑怡同埋太直鳳姐黃愛珊嘅裝修工人康子賢，尋日庭上播放佢同警方嘅會面影帶。被告話舊年1月返工之前去召妓網影得咗幾個妓女嘅地址，放工之後仲心思思去定唔去，最終都決定去，仲帶埋哥羅芳去觀塘揾47歲嘅關淑怡性交。對方話佢好粗暴，同意收錢再嚟過。鳳姐嗌痛，停咗1分鐘之後再繼續。期間，被告攞出有哥羅芳嘅毛巾，揞住鳳姐嘅口鼻。被告話當時好驚，但一時貪念，仲揾下有啲乜嘢值錢嘢。有召妓習慣嘅被告話揞住佢嘅口，只係唔想佢大叫。召妓都只係想開心舒服，但對方就用粗口嚟鬧自己，係有啲嬲。佢話用過1次哥羅芳之後好興奮，所以後嚟再去土瓜灣揾黃愛珊，又再用多次。佢話聞到哥羅芳就飄飄下好嗨，睇到對方掙扎，仲興奮過射精，所以喺召妓前佢就倒哥羅芳落毛巾度。佢話事後喺新聞度得知觀塘鳳姐嘅死訊。